子宽，校长太上宫，有花太家公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图书中阿中古，乡下老校长人大做久了，你识读过了种人么？对你亲好，对你啊就心肝卜卜跳，啥都记咧。不过唔识发现，佢对搭上人做暗号。了种人本来係老到係暖男暖女，結果佢係中央空調。了種人算起來都係發條嘅人，也係多錢嘅人咧。因為你邀請到6個校長人，大家向下討論呢個主題了，掌聲歡迎。主持人老太家小嘅係子怡，大家好，我係千位企千人嘅子怡。好，接下來小嘅係李家，大家好，我係同到好朋友三冇頭髮嘅李家哥哥。韓翠果。接下來就是個特別嘅來賓，對呢個500年前來到呢個建台，呢個小青胡思遠。大家好，我就是小青本人啦，唔係，大家好，我係動都唔掉人家萬奶嘅表現，留啲感情咩都唔淺唔粗嘅阿爺妹。我前面嘅發開，而家發開啦。就係我，哥哥來這裡，拿高啲咯，冇，愛情了。李峰塔，鎮住。好咧，人鬼殊途，冇亂咧。好，第4張咯，大家查嘅係白劍啊。大家好，我係莊白劍，我群藝建議嗬做到安樣嘅時啲，我係賺錢嘅代表。嘅把條王就係你好，聽晒大家小嘅係關權。哦，大家好，我係特工愛照顧青島細妹嘅青毛行嘅關權。哦，原來把條有一十邊下把條。對面樓下小嘅小鳳。哎，大家好，我係本大真件唔好聊細妹，唔過細妹動接嗰度聊藝，聊到咁樣無奈何嘅小鳳。多錢綜合全部。記得做啲盤計講係咩做啫？綜合係加橋啦，嗬。一開始你有講到呢種暖啊、搭線啊，然後嘅中央空調啊，搭上人都踩到當少暖呢種嘢，都係政策到那一邊。白劍知道，那政策到那一邊。其實嗬，看兩個人就撞人麼？不過嗬，肉都有時節啦，嗬，肉上需要還要看你嘅長相如何。嘿，民見自見嗬，就流傳一句話，大家就談過嘛。民見自見，咩咩民見，總講要愛用聽講。民見啊，民見嘅傳講啊、傳說啊，去談過，講什麼談過？聽我來念幾句。1 2 3 go。人帥真好，人醜吃草；人帥任性，人醜認命。人帥有沒把呀，人醜地上爬呀；人帥有閃光呀，人醜綠又一個光啊；人帥討人愛呀，人醜多作怪呀；人帥能交往啊，人醜一巴掌啊；人帥益生菌呐，人醜大腸桿菌；人帥放屁都好，人醜呼吸都嫌吵。啊，結論是人帥摸挺頭就容，不過人醜。肯定沒用哦，你係全家係冇？係啊，這個民間傳說當流行嘅哦。做乜咁貴？真壞睇嚟咧！你也是用嘅討論人生嘅研究，也係生嘅這問題，係關於嘅暖男懂搭線嘅事啦，同嘅中央空調對萬人都懂開言，大家。我真係精闢嘅分析師，先嚟出嚟。不過莊白劍，你咩咁錯主題係冇？算係啦。給唐嘅小青來設計下。來，我就來分析本大家堂。跟暖男就發自內心嘅體貼，懂細心嘅人，尤其係對家人愛一般哦。只係叫對象以後，咩只對家人愛一般哦，可以同佢愛人上，唔可以做出傷害人愛一般嘅事情。嘅假使吼，後來嘅感情咪都。唔淺唔粗啦，仲還要搞曖昧嘅中央空調，就樣，佢衝嘅亂打掉啊，飆啊，動槍有乜目的想得到乜嘅？嗬，佢就撈到這個係愛情高手，他以為自己是愛情高手，不是愛情歌手嗬，愛情高手又扎眼刀，愛耍帥，唔會同佢異性保持距離。讀到哦，異性就壓了一下，給了一下，懂好了你。你講乜嘢？最後嘅後歸。我睇你講翻係我當人聰咁講嘅。你講係當贊同啊，10年講嘅一定贊，自己係一定贊。有。你中央空調嗬，
吼，就係佢啊，可能有細妹朋友嘛嚇，唔過啊，佢咩同好細妹人吼，唔過佢出樓睇下講，睇下好嘅係單身咯，哦，天意，係唔係啊？係唔係啊？這細妹買拄到細妹較多。還有嘅中央空調都會撈到去個動力好，去個水煙道、水電影下大三年都愛記。嘅發條網，發條網嘅點講嘅？好啦，大家就看藝秀來，然後大家分析一下啦。開始心虛啦，都結婚暖男用版型嘅就會吼對伊隻細妹專一答心，叫做暖男，就安尼，該中央空調就冇空咯，中央空調就會對搭煞細妹，隆重請照顧。哦，隆重請答心，哎呀，我都中央空調，就會你啊，就會你啊。錯啦，就係我啦。呢度睇住個第2024嘅目標係乜嘢嗬？有看到嗬？有。坐到我冇講起坐到天氣牌嘅同講幾十年。嘅小鳳我叫佢嘛。冇，我知道吼，佢啊，真係唔係睇下上嘅按法，關鍵冇按法啲嘛。跟他講嘅啊，從暖男吼對13年嘅就從愛向用嘅。我蒙太師好啊，我牙子都得對鳳太太嘛，哎，這不能反駁，我就還有小湯圓啊，小湯圓給蒙愛佢喊聲，係，不過像關權哈，佢其實佢係漁夫，哦，係佢當年嘅工作就會出去撒網，你知道嗎？佢係捕魚，佢捕到的魚可以先儲存食物，以備不時之需，你知嗎？那有時啊，其實，佢還有很多姜太公釣魚啦，佢切間願意切間亂，你知嗎？係啊，佢用晒。伊啥願意，伊啥愛嘛，安尼做對啦。用公斤，咁錯嘅咩？有天數到冇？應該就發條網咧，千見講見湖呢？你咧開你啊？你發條網啊，冇點乜關係。係講到誒像誒關權當然係做50去，我俾凊彩安尼欠命，現在聊到要幾多隻魚就係捱嘅安尼感覺。唔過你下門太家姐唔要做過嘛，剛剛聽錯嘅關權有做過青島啦，有做過呢條事情，本太人誤會講，老多講唔正經就係動發心。就動法條呢一種事情有冇啊？關權就係滿意。哦啊，要嗌哦，用完功能嗌咩？青菜講一條，4條就做誒，一出去就抽人啊，就係有出去了嘅時節啦，吼，我有請到細妹請佢出去了啦。請嚟出去食飯咯，唔過嗌唔開哦。我唔可以搭曬到隆重，唔可以本期傾下出去哦。我請我吃飯，我再出去。哦，是出錢啊？唔是出錢，按用卡上錢。唔係我新物界，哦，記得我冇好食。較便宜嘅銀。這個小吃店唔會愛傳湯牛排，牛排。哦，哎呦，經過共和呢，我其實真的很羨慕冠軍，因為大白吼，挨到社妹出去食飯嘅時節，全係挨付錢呢。挨到大家講一件故事吼，該東西係挨到一個某嘛熟識嘅社妹朋友哦出去談事情啦，談事情，工作嘅事情。該東西吼，我只是吼，是這樣拿個錢包出到一個時節，哎呀，本金唔付咧，結果係哦。你想來讓人付錢哦？他還想講說，給到那種你的槍給。嘿，我一拿出來，他就是啊，今天這樣子不好意思啦，不好意思啦。啊，不用啦。他還想講，哎，我沒台階了，哎呦，還是這好啦，我幾多錢啦，然後佢付錢，哎呦。哪會好嘢咯？結果咧，佢真經唔付咧，佢認為應該當中二機咧。體這塊界面，後來來轉到複合嘅時間，發現到。佢讓人封鎖咧，他把我封鎖了。他真的走心了，你嚇到佢耶！喺付錢咪唔錯嘅，你就冇辦法，唔係啦，長相的問題。人道嘅付錢佢不懂，評論講，啲冇付錢，啲冇付錢。假使喺小鳳遇到安尼嘅事情，就會講，佢唔係捱自己願意啊，人家請佢來啊，係唔係？冇啲節目好開啊，唔用就下啲好講下嘅，係做乜講節目嘅？跟有認同嘅看法冇？我知道哈，就北橋安尼問題哈，佢是免不了，因為有時是你團體生活，像條白你啲戲劇學員，佢團體嘅社會就會出現乜嘅愛互相聽數嘅。
係冇？你去表演啊，嘛該要辦東西啊，一定會大家共下，要公平。因為上次你看，我想按高台。像自己按的丟丟誒，我一定要留去天數辦東西的嘛，因為佢辦啲東西就要去騙高台，影響乜辦的嘛，係嘛？我一定要留去天數嘅。唔過咧，要變成看啲人，看債嘅人就要有心講，哦，你用啥？哦，幾中意，你們打卡啦，又被背了。問題根本就冇按的意思啊！你上時候真根本辦無奈，像服飾也按的，哦，打滾啊！我去當班夫婦應點嘛？呀，這個世界吼，生來就會合理這個行為，就會講，我咩唔想啊，我做天數天。佢唔係合理這個行為，個事情本來就係你，唔過你有分寸。乜嘅事做得做吧，還是做唔得做？從人家已經有男朋友嘅事情啊，自己我判斷啦，啊，根本就唔好，根本就冇上嘅。從表演結束了後，你係咪要轉去？明明就冇順路，唔行，啱啱試才再去轉去，佢就一定有問題。有心。從按呢事情，我就唔愛。好啦，所以有知理之明啦。係。學長冇發現，其實我當然同學長講嘅，因為你出嘅好教，整然你係愛做表演嘅，嗰時候就會上榜上聽嘛，團體嘅成發感情當好啊，大家都係好朋友啊，好兄弟啊，好姊妹啊。唔過像我每次唔會幾千人，嗰時候呢。有啲人我問啱啱個問題啊，我做乜嘅事情，就係非常溫柔嘅回答，哎喲，人家嘅心情咩真係好，唔過咩有細妹朋友哦，老外講哎喲唔好，非常嚴格嘅糾正嚟講，哎喲會本人誤會，有啲細妹人係罵嚟講係福利金。從服飾業就話講哦，因為佢上面太低了。好，冇唔錯，你嘅到底你呢條行為本人誤會咧，韓國人嘅朋友當行有乜嘅發生呢條事情本人誤會，你係咩福利金？係咪要條條去想？係咪要抓補品？要做自己的後宮，充實後宮？到底呢條事情本人有按呢個想法？等下再嚟繼續嚟討論咧。你也太賤了吧！太大就太熱，你就直接滾就好啊！做乜本來希望咯？我就想講，我幾時要比咩懂冇熱錢啊？那有希望咯？其他都係欲擒故縱。愛慕，還有聊天，還有冇聊天？愛慕啊！言夢哦，係嘛？我感覺吼，你打熱打沙按用穿裙先唔會甜麼？唔會鬧麼？唔會。你唔是穿不愛會算少男麼？我按配應該是動少男的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太上講嘅節目，好，兩下半你嘅小青，你嘅長毛誒來分享一個故事。今日有一個假設，就係講係假使認識一個寫下來嘅，對佢當有意思。不過相處過後發現，佢係唔係人嘅 Mr. Right， 我用扮老嘅看感情好好來結束，唔會本人誤會咧。我先前有個朋友吼，小幾就寫來本來，跟住就淡地一餐咩啊，打咗一餐嘅，就是咯，我冇辦法同佢講下去嘅，啊，就我朋友講，佢冇教過我朋友哦，唔可以直接同佢講啦，講佢吼會按樣艱苦，嚇，跟就講跟人就簽嚟飛奧按樣，佢說哦好，嗰時候幾慘嘅吼，傳嘅信息吼，我就一下又答佢，一下又冇插佢按樣，後來就想去用嚟出去。啊！我就同佢講，我知道嗬，人哋成法就冇搞錯咩，黑唔到咩，冇辦法，係啊，冇機會發展啊樣。啊就講，唔係人成法沒有交集，係我根本冇想去了解我成法，佢想講，哦，被你發現。你講啊樣嘅，應該大家都知嘅嗬，冇想到佢撒下你就講，你也太賤了吧！太大就太熱你就直接講就好啊！做乜本來希望咯？我就想講，我幾時要比咩懂冇熱錢啊？那有希望咯？其他都係欲擒故縱。愛慕，還有聊天，還有冇聊天？愛慕啊！言夢係嘛？唔過呢種飛啦方式真係看人用，有啲人好呢種直接嚟講，你就讓愛慕中意，你就直接嚟講就好了。有啲人就好，你就談，慢慢嚟。見行見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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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愛見行見人。不過你下成問題之間，曾經自家實做過那條事情，唔配上講。
哎，你那種行為真係同曖昧呢，唔好講咩，你那種曖昧嘅事情好冇？你講，你有做過那種曖昧嘅行為冇？唔係嗌啦，係嗌要要當好嘅細奶朋友，係嗌到佢好朋友，唔過佢接受啊，都會做到曖昧嘅行為，比方講啊，佢會攞佢買酒啊，係講佢人嘅世界，佢會攞佢攞佢上輔助啊，韓國啊，會動關心你，當然好攞佢愛大嘴鼓你哋嘛，就會知道，哎呀，這種行為啊，非常嘅曖昧，唔過佢又唔係中意你，唔過我就知道佢暗用啊，真係係搞唔懂朋友啊，就當一個暗用做唔得，其實你係寫嚟叫什麼一個樸素呢啲嘛？冇啦，係，我就做當好嘅朋友好姊妹，因為我係佢答應啊，好嘅什麼嘢我都要攞佢對，攞佢向下對，係，故所呢，算係嘅好朋友，唔講係說佢當到行為就很曖昧嘅感覺。我會跟人會誤會啦。冇錯，那個細情小強又係來老太家講故事係冇？唔係啊，你家一堂嘢吼，就當無單純啊。真嘅咩？我咪讀過不少啦，我就嚟簡單分享啦。單純嘅啦。冇來，分析開始來咧，大家拍手，拍片。想開始呢？來分析啊，第一招就係接送。佢哦，知道這個懂答事嘛，我上去接送下班，唔過其實根本就冇順路，佢就會同講。唔想去坐太空運輸，唔想去人家面，講按用曖昧嘅話，按用曖昧嘅話用嘅咯。好，唔過嚇，佢咪接送去接送霹靂西阿妹嘅，去送下班，故所總共一句話啦。佢副駕駛嘅位吼，係青菜人，唔係青菜人坐嘅啦。巴士唔拉床哦，條哪位戇啊？你要嗌都明通啦。因為雖然嗌之前哦，跳車還好配到啦，不過吼我的人緣還算是可以做得咯，可以走，還可以做得咯，吼，其實當到嘅什麼朋友哦，喂，照三餐問候吼，非常嘅很常傳訊息講早上好，總之好。嘿，早晨跳好，下晝跳好，下午跳好，你今日要做少暖麼？你今日要食飽麼？我咁講吼，你當日打啥按用傳訊息唔會聽麼？唔會鬧麼？唔會啊。你唔是全部愛會算少暖麼？我安配愛是當少暖的。真嘅，看佢係現在就啲，佢真見當少暖，不過是嘅有故事嘅係嘛？來，還有哦，唔但將接送哦，還有出國買禮物唔啲嘛？哦，佢出國進來就會買禮物送啊。其實我咩冇同佢一熟識啦，佢就會講哦，我一熟識真件啦，我係應承聽人，冇啦，佢就會講公司員工旅行啊，看到有禮物。這都懂事胖唔啊，就買本，還想用出來食咖比啊，零咖比啊，其實吼，佢咪用強用嘅理由去約霹靂什麼嘢，講亞禮物懂事胖唔嘅，講實在話，我係知道冇媽比嘅，我唔是浪費錢啊。我想講啊，數下來做對啦，唔想講佢食咖比咧，幾個係送唔嘅寵物遮嘴巴嘅東西，人係太吵嘅嘛，嘅行卡鉗。係啊，韓國唔看唔想看啊，跟禮物就唔識拍捱啊，係冇講權。哦，但係冇數數過嘅出過嘅東西啦。學機啦，你追到禮物啊？因為學機啊。你都係真送，真係真送。李光權，你阿名都臨時嘢係嘛？本來來這位啦。我有一幫錄音嘅時間啦，就有一隻什麼本來一隻小農嘅飲料啦，我就感覺哦，真搭心呢。哦，唔過呢，去該休息室嘅時間，哎呦，搭3年攏總有。哦，迄個自家自作多情的啦。跟個點聰明呢，就係按用係自作多情。唔係，其實嗰個有問題出啲哪度問題嘛？其實喺一條西方人吼，真件嘢都行為真件。哦。好講法，好講法。而家全部講西奶唔好，有得西方人用嘅點啊？表示啦，啲西奶加哦。哦。佢做佢做挨哦啲佢神號，就是一個宣示主權的概念點啊？還有老家東西不用挨啲啊，味道係乜嘅？佢想我啷個講法啊？點啊？係喺個坐遊覽車喺個好味嘅，佢就味道從啊變順。真件唔咩，真件唔咩，因為唔知道嘛嘛，佢當係搶高事情，有年邊個行卡強，佢唔希望佢安滿挨。
我冇那时候你嘛，呀，按多年的事情就冇讲。因为就要啥你知道黄色粉条总是以少年之心夺嘅君子之宝。我真件我讲，我真件有预防。你冇假地，出来你预防，我知道自家是卡太巧掉诶，按呢事情就。其实我种实验安尼。咩唔可以查，咩知道有啲人係咪炸人講嘅感情情況，你哪有相關係冇？係咪？還有嗰種吼，就會接同出去打嘴鼓啦、食飯啦、接送大鄉下啦，哎呦，啊背面就像啊，氣氛都記嘅哦，還有佢都同講，我同佢好上天啦，我同佢朋友哦。佢是壽司跟他冇講法，喺度見來見壽司就見來見講嘅啊。唔係，我已經氣氛到佢按用來講，就係佢唔錯啦。冇唔錯，係超度過按用嘅。喺打電嘅係嘛？唔少嘅。喊車，你喺打電唔好嗌咩？講清楚哦。因為我真係有讀過，嗰陣時我清中醫啥西來，個我中醫佢係大殺都自己，像你家妹啲我清中醫佢，佢啥西來呢，就清到西妹中醫佢，不過你等你按唔頭就有講天花，韓國啊佢對我就非常嘅溫柔，喂板頭啊、南鏡啊，你按唔頭出去嘅時候係本來嘅丈夫係咪嘅？你出動我本來做。係咪喺度都幾中意嗌？係咪？喺度嗌真係中意到幾咧？幾就講，我媽，你係朋友喎，你啦，你好用啲哦，太妖書哦，看出過。唔過你時常要做出一啲行為，真係本人誤會到，係咪有啲人佢做出嘅呢種行為，本人大家本人知道，懂困擾，懂麻煩，冇人按你咁講我講權。我出去大家嘅萬人迷啦。哦，什麼嘅吼，攏總要愛為之瘋狂啦。有一擺咧哦，我出老60歲我去迄個街路。哇，60天天啊！哦，60就見到咧，講到誒。真嘅，後見因為喊動人嘛吼，有一隻什麼就講哦，佢親人我就搬，我偷睇我偷搬佢做哦，過來呢。另外一個那個啥，什麼你講點樣人？我就襯衫偷睇，然後幫你做。跟你存乜緊啊？存在背心啊，胸肌。哎呀，好險沒有第三個呢，要不然我內褲要拿它當圍巾。有呢套。新雄咧，懂真。要冇衫褲，唔過要褲，冇衫要褲嘛。唔過你多時間，唔過都做乜嘅會按你嘅愛買嘅行為，會做你嘅成行咧。觀眾朋友們想一下，到底你做乜嘅做出按到愛買嘅行為咧？等下再來繼續留大家分析，留大家討論一下了。按用嘅行為，除咗本來知道，我會抹頭髮。哦，沒頭髮。抹頭髮，沒桃花哈，我係要頭髮啦哈。唔講冇頭髮，因為我發現到，到西來嘅啊，就都唔中意呀，這種西門嘅身後有嘅異性朋友，很好的異性朋友，因為佢哋會知道，你當初身後就要護花使者啊，做乜嘅我係對人哋冇，故說我抹頭髮，有一般都係因為也係好朋友，就要按你嘅意思。好，歡迎大家到咗嚟後上台上講嘅節目現場嗬，假如問到大家，你知道呢種嘅行為，呢種曖昧行為，本人知道，同困擾，本人知道，懂麻煩嗬，冇咧下問你㗎，聽講嘅好嘅朋友，好確定係朋友嗬。朋友真嘅係朋友。到底會乜嘅麻煩同困擾咧？因為人超懂好嘛，嗬，嗰時候見到嘅行為，做啲講。衝不行而嘛，譬如咁樣知道誤會啦，唔講人哋有出去衝向天節目強用啲嘛，唔講啊，用嘅行為，除咗本來知道，我會抹頭髮，哦，沒頭髮，抹頭髮，沒桃花嗬，我係要頭髮啦嗬，唔講冇頭髮，因為我發現到，到西來嘅啊，就都唔中意呀，這種西門嘅身後有嘅異性朋友，很好的異性朋友，因為佢哋會知道，你當初身後就要護花使者啊，做乜嘅我係對人哋冇，故說我抹頭髮，有一般都係因為也係好朋友，就要按你嘅意思。其實我知道你家講嘅當初，因為就像唔假使身旁有嘅西來朋友，唔係男朋友，西來朋友對你當好，佢順方假使對你嘅上人就啊，佢有男朋友，
迄爱迄么不用去，结果张发现唔系单身，嘿，啊，真奇吼。你爱动不离呢？嘿，对运动不哩，爱知道唔咩冇相关啦，系咪？唔讲你还多条来问佢讲，还是你知道佢做嘛该会做出按照暧昧嘅行为，你做人佢唔系有嘛嘅目的，也系有嘛嘅想法，咁按嚟做。其實一開始上課嘅人都會誤會講，佢聽錯動作意義啊，樣嘅啊。唔過啊，即係佢後面就會底下講，哦，其實佢先嘅就會按用寫新生意。古時候做呢種嘅細男人，其實咩唔好，佢就會懂答型嘛，唔會像懂到嘅臭男生，乜嘅事情都唔做啦，像按用吼，錯冇。臭男生最講嘅，誰來？阿關權。係嗎？誒，就係講呢一種，佢做嘛個做出嚟就曖昧嘅行為，知道係咩有乜嘅目的？我感覺冇做唔錯事情啊，因為哦頭先會講啊，我一套本騙人做嘛，哦，我出自好心，我是沒有非法意圖啦。係啦，你講完係做服務嘅啦。有賺錢嘅啦。佢阿爺冇用煙筒嘛，用煙筒嘛。呀，種人哈，就係特別空虛啦，想要找樂子有嘛，就知道吼，哦，我身邊有棟到四阿妹嘅，我一直棟到。屋卡冇少耐。係啊，一種人吼都特別空虛啦，還有個命嘅吼，病落去，看萬有冇俾佢殺到。他嘅虛榮心真係特別嚴重，虛榮心在作祟啊！哇，唔錯啊，說相用啊，看起來哦，非常低形象啊，又唔會損害人家啊，真係最低強啊！超飛機。冇啦，其實就以前自己好高嘅時間，配上人對 Andy 好，Andy 就會講哦，非常嘅單純。不過 Andy 出曬肥料後啊，就會想，佢係咪有乜嘅目的？像以前就有人同我講啊，Andy 出曬肥料後就親難搞到非常真心嘅朋友，非常單純嘅朋友，嗰時候你就會生意。不過其實我似咁樣嘅家屬唔記得，像我就撈佢做朋友咧，就唔記得呢一件事情咧，就會生意。誒，冇唔錯，不過我知道阿自己安尼懂危險，因為 Andy 接上會講，開人之心不可有。放任之心不可忘，呢一種就會本人開導，係唔係？我知道哦，呢一種吼，像關權安尼，有一隻合理嘅技術方式。其實乜嘅技術，乜我別講啊。家除你講做，也係做服務嘅啦，吼，佢講嘢無皮好怪，不要為人啊。冇關係，佢最主要係要收集12星座嘅。出年啊，係嘛？我收集，我要收集，我還沒收集完成。我加油！冇關係，那都靠你收集嘅12生肖啦。他要收集一甲子啦，一甲子好。收集癖啦，大12啦，小12生肖啦。原來 Andy 無非阿關權，他是個收藏家的概念。跟我加油哦！來提這擺糖豆吼，趙峰哥安優秀吼，其實19節跳過吼，做啲松本冠軍啦吼。Love you you， 我像孤獨的漁夫，幾時係漁夫？片名按用冇特別針對瑪莎啦，是愛誘人對佢好，愛長期社團圈做啲瑪莎來圈做啲，係咪按用？係咪按用？冠軍歌。冇錯，小按用。我直接IG搜尋。啲人皮就成音嘛，就按你嘅人嘛，係唔係？就按照發條線嘛，大家都好，係唔係？就唔過呢一種人，假使你真係讀到呢一種發條線、發條喎。佢老佢保持距離，離越遠越好，也係無爭。佢對我好啊，我就是夢咁加按姿勢落蘭啊，對我按好咧。嘅阿關權知道咧。對我人老20妹哦，講一下哦，有些咧對你哋好，冇相關，就欣然接受哦，因為佢喜歡你哋嘛，係啊，故所你會好好。利用佢啊，做本佢做工具人。好，你個想法吼，等，使就你個想法，我當然同意。認為吼，假使拍攝電影吼 ，Why not？係啊，我接受，我本佢爽心啊。接受啊！哎呀，當飯呢？等一下。我知道哈，Andy 他字幕上要上一個特效字，以上節目哈僅代表個人立場，他們自己說的話不代表客家電視台，冇代表Andy客家電視台，大家要注意哈。讀到呢種嘅，千萬唔好撈記得強下哈，你係同 Andy 成日冇講，會好專心，係唔係？係，冇錯，像我就要保持距離啦，冇必要浪費時間啊，唔需要搶，冇得亂贏啊。
啊，我一生年吼冇乜識嚟朋友，假使講吼，我想同做朋友吼，動啲嘅聯絡，就係我愛動誒。故說我很好猜哦，所以我也很極端哦。假使講吼，我中意你，我就想去認同講法；我唔中意你吼，就唔會差嘅。我完全冇想答。要即都見到。阿是件動極端誒，係啊，你啲全部接過幾個天法啦。我冇中意佢啊，對。係咪？我都咪唔選。更有認同阿思念。我知道佢係種極端嘅人，我都行喺看情況啊，唔係得晒嘅發型咩，死嚟都係壞面啊，錯冇。行喺老佢，雖然我老佢有氣力，唔過啱用辦講咧，係講嘅佢冇中意你，一時中意你就老佢有嘢氣力就好呀，係講佢冇按有誒送你禮物啦，行個老佢聽書聽聽啊，我知道行走地啦，唔是老佢講啊。切斷關係啊！我感覺按用唔好，因為你家當到向天之類，將來就唔會按用啦。因為我感覺講，將來就起唔會起千年，你家更加唔會。因為你又唔會講，他是不是別有居心？可能其實佢中意唔講言字，後來佢就送你禮物，唔講你要接受嘅，佢就攞到。數出去啊！唔好而家下當然會數咧。我講我冇數。我唔數。佢冇按有誒送你禮物啦，行個老佢聽書聽聽啊，我知道行走地啦，唔是老佢講啊。切斷關係，唔講有槍冇有彈冇。最後講，因為搞清楚，因為呢，那係講，其實基本你禮物就想你會回答，佢要回應。如果他是想要有所回饋，就會生意咧，就會切斷。係，故說搞清楚，你利用人嘅立場。誒，先見我老咧立場咩好清楚，到底係老人係乜嘅關係？假使你拄到一張嘢，伊見對人好，結果發現。伊對馬上就按好，對你500年前來嘅人對咪按好，對500年後嘅人對咪按好，就是要注意下，你生意係咪值得做，連朋友嘅做嘅朋友嘅，就係來佢確認下，到底連朋友就做對嘛？唔過談講，你小朋友還有那個我們的那個是不是戲曲學院？跳板還有嘛個乾哥哥乾妹妹鼓。哦，咁講。因為我所甲講我按度咪吼，出唔是上按度啦，出我認識點心啦，菜頭湯蒙推火啦。誒，啲戲曲學院吼，咩戲曲學院啊？人多關。我冇講，我學院。你剛剛講出來咧。佢對到佢懂好吼，結果誒，佢行慢愛多10點心嘅時間，之前我見應做嘛嘅，應做。乾哥、乾妹妹，係嘛？乾妹妹，你就喺佢傾愛，其實佢乾哥哥就係傾狗啦。哎呦，豬狗，都大部分唔像下那種口音那種乾哥哥、乾妹妹嘅心態係用白戲。唔知啊，因為冇了解啊，你唔玩人啊。本團。以前都乾妹妹啊。唔係，嗰種吼全部我，但是吃到嘅係上名上名唔得，甜筒唔得嘅東西哈，就係乾妹妹。甜筒唔得，講到實在當奇怪哈，甜筒唔得嘅東西。女神級啊，女神級。像我對唔過對唔到，嗰時候就講哦乾妹妹好嘛，對，只有互動不就好啦。佢都係個心肝度係上萬計，你都唔知哈。唔過你下你先了，下等下轉來繼續老太家講，他就係講，假使人家嘅人我一般，就係啲種人，係唔做事，你攞佢當宿舍，上來繼續交往下去，結果你發現。一叫佢慢奶，安尼到處有種曖昧嘅行為。如果佢唔係自家想要表現出那種曖昧行為，是一種被動表現出來、自主表現出來兩種嘢。然後用辦法去溝通，用辦法去動下來，唔好做那種曖昧嘅行為。等下再嚟繼續老大家分享了。今年2020，我會變到2021。終於推出來，冇錯，半年前我就一直要滑到最底下。加助攻馬上沒有人去請。係啊，助攻有向我們可以啦。聽說已經阿公吧？係我看清楚一度有什麼貓膩有沒有？冇錯，但係第一個記得交往結交，唔是人嚟講係全部對。真嘅。冇單人去食比較好誒，你就抵死啊！你私戀給傳達人還做一條是講，你說帶老媽下來呀？我會帶他送他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上台上講嘅節目現場嗬，家門大家就拄到按到，還有切假，係唔係那種同學咩曖昧行為嘅人，係咪要攞佢保持距離，係冇相關，我就接受。唔過咧，下個真嘅問題就係講，嗱假使人嘅另外一半，也係講強強或強下嘅人，佢就有那種身體，為了用辦來溝通，也係講放生。
哎，你做好些，然後佢放太好咧，不用佢吃油，哎，你講緊用白上咧。藝切架其實冇完全做得接觸啦，唔過我先攞佢交通啦，藝術交通係最重要嘅。後面咧交通唔好嘅話，就會攞佢分開來啊，因為可能你想佢做嘅事情佢做唔到，比方講藝術我先會了解講佢攞嘅外賣嘅人係嘛啥，係講佢頭擺認識嘅朋友，藝術我先認識佢嘅姊妹，然後可能係按用嘅人啊，我就比較放心一點點。佢哋做嘅做戲啊。做戲，唔過我先切上先記啦。唔過後面咧，喺講佢係認識新嘅姐妹朋友，我就會留意講，嘅記性愛到那邊啊，留意交通啦。喺講冇辦法嘅話，就會留佢分開來。即係接好嘅分寸咧，唔好兩個分寸之間東南西咩係咩？張白強。其實啦，我想哦，之前我先看幾個目題係嘛解啦。分兩種哦，提這種來講吼，假使佢係騎驢找馬型吼，絕對做唔得咯。因為哦，我係感覺我自己係大抵吼，菩薩全心全意對待嘅人，所以兩種我會切加分數。按有嘅事情。係當大抵嘅人嘅係冇？其實大生意都大抵啦，吼，按樣講嘅。另外一種吼，我大家講一下，假使佢係本性係按樣嘅，佢對。大沙圈洞河，佢咩跳跳嘅啊？佢對大沙圈洞河，按樣嘅狀況，我有先老佢講，繞 Q 機吼要擦一下收斂水，要求他收斂一下。假使你一改變對佢來講咩重難嘅事情哦，你一喊做啲溝通，你一喊做啲挑戰。假使佢講哦，我是做按樣啊，你一是我本性啊，哎呦，強讓嘅結果分手。嘅。至於假使拄到按用型嘅，咱我一般也係強強會變，咱我一般嘅人，唔用辦想法。我完全冇辦法接受，因為我剛剛講，你講按結通咗嘛？佢就經驗啦。冇啦，因為剛剛講按用你就唔係最貼切嘅人，因為佢對大三人都好啊，就像佢青島嘅朋友強用啊。唔過我剛剛呢一件事情係做得預防嘅，因為像你嘅細妹人都會真性色嘛，係咪？我細你要注意啊。大家人都會偵探，就會暗探。唔錯，先會調查嘅我細你咧，因為呢，像你會帶強下以前，我就會先去看佢嘅面書，我就哋講佢嘅面書有幾多啥。好朋友，嘅好朋友地位都呢，係 nice 啊，然後佢交朋友，地位都有幾多種相片，還有咧，佢老咧啥什麼人啊，喺經常都那樣嘅集團啊，要麼全部都啲，我哋啲咧向我就會老佢講，我冇辦法接受一件事情，我冇辦法接受佢老青島嘅好朋友啊，萬那呀對佢哋好，那係佢係呢愛係用顯化，就謝謝拜拜。豐盛，不用佢逼，不用佢吃。古時候，我先問一下問一下，因為假使大家都會做按樣嘅調查係冇？你咪會？會啊，係會。你咪會暗談？係會，看你當上升啊！今年2人，我會變到2人1，所以傳出來，冇錯，半年前我就，你只要一直滑到最底下。家助攻馬上沒有讓你請出。係啊，我有想我會破譯啦。天數已經阿公吧？係我看清楚一底度有什麼貓膩有沒有？冇錯，但係啲講佢哋有交往結構，唔是人嚟講係全部啲。真嘅。今日佢要留埋嘅細妹朋友食個飯，佢食嚟那件要幾多錢？我就先記下來，假使你200毛仔，我去食這件，你就抵死。唔該，佢都係調試過。冇帶我去食比較好嘅，你就抵死。你食兩件傳單人，係做啲調試講，你送一袋老媽殺來啊！我會送他。哎呦，細妹人家真嘅嘢唔得，真嘅啊！唔過你下講到嘅實驗，你就知道你種人，假使真嘅係人男朋友，也係個已經當好嘅當親密，會強下嘅，嗰種人假使佢有兩種身體用嘅使。我知道吼，用溝通無效嘅出隻分數。先前我就說，如果一隻細佬朋友因為佢做條女嘅關係啊，接送會接觸到細妹嘅，佢就會吼同關心細妹嘅客戶就講，最近用嘅啊，嗰個用嘅，有隻當好嘅東西推薦俾我，冇人就約出來啦，用嘅理由約細妹出來，都冇安全感。係啊，你佢講好堂就會講，我冇辦法就條路咩？嗰個人就嚴格記下擺嘅，唔過我就明明就看到當到系統嘅細妹客戶曖昧嘅證據。曖昧嘅
嘅真氣，乜嘅真氣？係對啊，同大家講，都係我朋友同我講嘅，因為我朋友懂多咩？朋友同我講嘅，佢就適合約一隻細妹客戶，嚇，佢就講哦，家下我講嘅出國買禮物，按用嘅理由嗬，約佢出來看嘅押金。哦，看押金就兩三年。嗰幾時仍然就強慳呢？嘿，還有我用嘅位點啊？朋友用嘅同我講，因為一隻細奶朋友，每一隻朋友講，請問一下，比如講台北哪有好嘅押金好看？啊，佢就講我做嘛，冇啦，我就想去看下咩？啊，結果嘅押金排死唔係帶我去，我冇去過。大家送電路嘅咋？他喺我就問佢就講。哦，就係乜啥，我就他們都騙啦，呀，夠不夠曖昧？真嘅。唔講我聽數嘅啥細妹型？有啊，唔係，而且幾啥先你去冇？小興，唔係因為要對嘅時間係嘅細奶嘅問題，因為可能嘅細妹冇想按用，不過本嘅細奶偏咧，從來之前就讀過押金嘅事情。小興係咪？唔係係啥細奶，唔係伢前音嗬。聽到。因為嗰陣時嘅伢細奶老，伢係要啱嘅啥細妹，你三親好，你好朋友，嘅細奶要。朋友嘛，嘅朋友咩地講，你三人親好。有一班你嘅細嚟就講，我嘅心情唔好，所以留你大嘴顧一下，講一下飯，就講好，後來你出去了後，嘅細妹就敷衍之間有事情，冇辦法來，就傳下嗌老佢，佢就講，我心情唔好咧，早啲去看下押金啊，就想，平常時你三人出去了，其實都非常正常啊，冇乜嘅事情啊，你就出去看押金，押金嗰度押金錢。後來佢就敷衍就，你看就敷衍將佢嘅頭，表到人嘅太腳被打紅。也做唔得。如果係生意按用單獨，你就會拒絕啊。唔過嗰樣事我冇想到會按用，因為平常時你都係三下出去嘅，聽到人嘅好朋友就讀到一件事情一下就唔係朋友啦。佢係咪想去同教喎？我唔知，唔過佢呢下係老家嘅朋友在講下。今日係要件事情，就係我明明冇同我男朋友分手哦，佢就約細妹客戶出來，佢就同佢講，我同我朋友分手嘅，佢唔可以同人家講哦。跟杜學嘅細妹客戶要係我大學同學嘅同事，嗰時候佢就同佢講，佢就同我講，你小弟咧？我小弟咧，明明冇分手呢，佢就講，我同我朋友分手，嗰時候看。係咪想去同佢講下？真嘅。而係咪同上同講下？跟爹以後有分數嘅嘛？係其實係佢同上分數啦，只係他媽分數聽聽啦。咪做唔得啦！做唔得，即係真件做唔好。嗰種係家庭配上人嘅最難講愛分數。唔過有件事情，不出事情啊！唔過有件事情冇聲音，佢就講冇人想太多，我就做事啊。嗰時候唔加講我又冇分數，我就原定嗰個心裡嘅疙瘩見來見嚴重，要冇安全感，就冇反應。係啊，很脆果。真件很脆果咧，咁個嘅女客戶做得當好呢？真嘅好彩叫同我朋友講。阿志賢跟你就做唔錯㗎。你應該同細妹你做唔得，你明明就啲。我講嘅係，你明明就啲，今日就春意涼沙。不過就冇要去橋下出去。係啊，難怪因為本應講狐狸精。咩啦咩？狐狸嘛。就冇想很多，因為 Andy 就係青島人嘅朋友，然後咪想到就從 Andy 嘅嗰個強樣，唔會想很多啊。哦，幾咁間高間咩就 K 講 K 冇嘅，冇講到很多，不過兩下就係問 Andy 嘅大情聖，Andy 情長嘅故事，做到 Andy 嘅事情。我老是氣錢嘛，用蠻保持氣力嘛，還算係冇相關。冇相關哦。人當我一般沒做得係嘛？唔是拒絕啦，哎呀。做乜㗎？唔是拒絕，來老太家講啊，因為吼，你都冇結婚。你冇結婚啊，做你多方參考、多方評估。哦。假使呢？就算就結婚咪結婚媽媽沒愛用過。其實觀念就很多橫刀奪愛才是愛。
你拄到唔好解吼，就做问题嘞啊，哎，俺冇可以啊，该怎么在讲修？那个我们今天可能要上很多次，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。全系你唔讲圈嘅立场，仲下輕嘅，中意老公嘅。但是知道佢講嘅咩冇唔錯，因為有上司唔係恩利唔曉得把數嘅最後一條線，有上司係讀到嘅唱厲害，假使大擺讀到嘅就唱。小青啊，係咪按豪邁，係咪按快風？不按快吼，你就賺錢啊，賺錢。呢個就懂難應付啦，不過基本上吼，我也我盡衝我另外一班，我基本上那係真經有讀到按你機會，我不講三句話，第一就講我無閒，我無時間，假使係真經台唔聽，我就講我冇結婚，跟我冇我不用啊。係我老婆，多謝你啊 ，thank you。而家就變得閒河啦，藝煙頭。最近藝咩乜出咗同佢講啊？我有男朋友了，藝咩大單身哦，當機呢段唔可以。係啊，藝都不用，唔係愛唱啊，但係不用唱下去啊。係啊，藝知道哦，冇必要哦去養起嗰種誤會。係啊，冇必要要按落去誤會。唔講誒，唔得冇罵藝，因為藝冇辦法出隻騎車機，因為呢唔係藝冇上去騎車，係因為藝驚佢係恐怖情人。因為他有陣時你只係講藝唔中意你，佢就發現咧，哇！我唔中意藝係冇，我刺你，我用你，係冇？係啊，嗰時你係慢慢來開你嘅氣力，因為有陣時真係有點非常嘅突然間，我寫你，我唱阿詩言，潑汽油，潑汽油，冇唔錯，這樣出隻啦，人家嘅行為本身鬆到，係鬆到了後呢，佢就可能發現咧，就會刺我用吧，嗰時慢慢來開你嘅氣力，發現到佢係想去老人帶看，還是真係想去做朋友，那係真係想去做朋友，你哋相處起來又非常嘅自然吧，就做對做好朋友。冇唔錯，其實我知道了這種當機立斷，然後慢慢飛out，都係同好嘅方法，看哪上人來做。唔過你係問白強，最尾來問白強知道，大家平常時就關心你嗎？其實冇啊，你看。我冇接過吼，銀行應該訊息啦、電話啦，全冇啦。我敢講吼，我把持界限也把持得太好了吧？好啦，最尾半白強來講，知道那種老朋友之間的那個距離怎麼抓？有冇？我敢講吼。最多啦，所以看到面書當過啊，你看到幾個貼文啊，留言停是好嘞。假使你係長期關心哦，你問佢做到就少耐麼？你造型條又好麼？布條又好麼？哎呦，是挺多嘞。好，大家都知，你根本過後，我用白來關心，你嘅白強吼。就係吼，但你早晨，你當初你下出場，你按布條按3點，然後你4點按3點。那個高低兄弟訂閱一下。好，按冇上一堂吼，觀眾朋友們思考一下，老男我一般之間那個麒麟用板接，還有老朋友之間兩種麒麟更加可能佢接好咧，將會識查錯吼。下個禮拜你強用嚟試看你嘅香腸太上宮，要發大家高。訂閱、分享、按讚、追蹤一下。好，OK，你好，梦想你好，拜拜。